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将与格雷塔就全球气候危机展开对话；因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华诞而遭捕入狱的阿坝藏人刑满获释；美国国会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议长白马琼乃致函悼念印度知名远藏人士乔迪卡博士离世，驻北美办事处举办网络研讨会，讨论涉藏新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021年1月10号透过网络视讯，与瑞典少年气候活动家格雷塔·吐恩贝格和其他领先的科学家共同就气候灾难的反馈怀为议题展开对话。据了解，对话活动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官方网站和脸书页面进行直播，现场配有藏语、英语、华语和其他语言的即时翻译。主办单位美国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也将组织一次特别的直播活动。因在2015年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0华诞而遭捕入狱的西藏东部阿坝藏人阿加加，在中国监狱中服刑5年多后，于本月10号左右刑满获释。2015年，阿加加和其他9名藏人在阿坝县参加了当地藏人自发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庆祝活动。随后，阿加加等10名藏人陆续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和拘留。2016年12月，中共当局以参加祝寿活动为由，分别判处上述10名藏人5年至14年不等的徒刑。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于本周一12月21号午夜一致通过了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对西藏自由运动取得的这一历史性成就表示欢迎。司政罗萨桑格在结束对华盛顿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以及在推动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后，感谢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内的藏人团体、美国各地的藏人协会，以及所有为该法案获得通过付出努力的个人及团体。司政强调，这是美国国会在过去20年里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又一项重要的法案，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法案。这个法案是为了声援西藏境内600万遭受苦难的藏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也指出，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证明了对真理、正义和人道的支持。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建立在2002年颁布的西藏政策法基础之上。该法案规定，美国支持藏人及藏传佛教信众自由选择和认定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与转世的权利，反对并追责中共以任何形式指派未来的第15世达赖喇嘛，以及以此干涉西藏宗教事务。任何牵涉其中的中共官员将依据该法案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和拒绝入境的制裁。该法案还着重提出区域水安全框架，鼓励藏人团体加强与中共当局对话，以应对中国在藏区新兴水利、破坏下游水资源供应的问题。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互惠关系，法案还要求在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如果中国一直干扰美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时，则国务卿不得批准任何新的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申请。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于2019年9月13号在国会众议院提出。同年9月24号，由该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及35名两党议员共同向国会提案。
法案于今年1月在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此后，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直停滞不前。此外，印度古吉拉特邦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印藏友好协会全国副主席乔迪卡尔博士不幸于12月15号离世，享年86岁。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球乃于近日致函逝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悼念。议长在调研信中强调，乔迪卡尔博士在过去的40多年里，孜孜不倦地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西藏自由事业。他是古吉拉特邦推动西藏自由运动的先驱。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上周六12月19号就美国华人作家李江林女士撰写《苦难中的西藏：1959拉萨》英文版新书举办了一场网络座谈会。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在座谈会上对该书进行了简短的评论，并感谢该书作者和译者应邀出席会议。据了解，该书中文原本由美国华人作家李江林女士撰写，并由舒珊·威尔夫翻译成英文，而藏文译本由流亡藏人江巴丹增翻译，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与文献资料馆出版发行。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